这天，豆豆一直在房间里叫。怎么了？早上让豆豆出来跟 Nuts 接触，结果他一脸受够了，立刻跑回房间。门关起来后又一直喵喵叫，我真的不懂，只好去问 Nuts。你在吸毒哦？豆豆想跟 Nuts 玩吗？想。豆豆想出来吗？想。不想回答问题是吗？不想。哦，好，抱歉。后来 Nuts 一直趴在豆豆的房门口，我越想越不对劲，脑中突然出现很荒唐的猜测。是因为豆豆想爸爸吗？是。是啊。为了避免 Nuts 乱回答，我还特地确认2次。豆豆叫是因为他想要出来跟 Nuts 玩，还是因为豆豆想爸爸？豆豆想爸爸哦。那豆豆现在想跟 Nuts 玩吗？不想还是想？不想哦。知道了，妈妈知道了。没有关系，妈妈会陪你玩，好吗？